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4年的6月20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9篇第9节到20节，撒母耳记上卷16章14节到23节，使徒行传20章第1节到16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顺服圣灵。扫罗王就是没有顺服圣灵，没有顺服上帝的引导，他顺服了他的人民官兵的意愿，却得罪了上帝。因此圣经告诉我们，圣灵就离开了扫罗。撒母耳记上卷16章14节到23节这样记载说，上主的灵离开了扫罗，上主差邪灵来折磨他。他的臣仆对他说，我们知道上帝差邪灵来折磨你，所以请陛下下令，请我们去找一位善于弹竖琴的人来。当邪灵袭击你的时候，那人一弹竖琴，你就好了。扫罗就命令他们替我去找一个善于弹琴的人来。扫罗的一个侍从说，伯利恒的耶西有一个儿子，他是弹琴的能手，他英勇善战，风姿英俊，又有口才，上主与他同在。于是扫罗派使者到耶西那里说，请你叫那放羊的儿子大卫到我这里来。耶西就打发大卫带着一满皮带酒，一只小山羊和一匹满载着饼的驴去见扫罗。大卫到扫罗那里服侍他，扫罗很喜欢大卫，选他做拿兵器的侍卫。扫罗派人传话给耶西，我很喜欢大卫，让他留在我这里服侍我吧。从那时候起，每当上帝差来的邪灵附在扫罗身上时，大卫就拿他的竖琴来弹，那灵立刻就离开扫罗，扫罗就觉得畅快舒服。因为圣灵离开了扫罗，他就受到邪灵的攻击，心里难过。他的臣仆就跟他介绍一个人可以弹竖琴，他英勇善战，有好的口才，并且有上帝的同在，这个人就是大卫。我们看到一个违背圣灵，另外一个是顺服圣灵的人，他们的生命就是截然的不同。上帝也因此而赐给大卫更多的能力。新约使徒当中要属于保罗这非常顺服的一个顺服圣灵的人。圣经使徒行传20章第1节到16节记载说道，骚动平息后，保罗召集信徒，鼓励他们，同时向他们告别。于是他离开那里，往马其顿去。他走遍了那一带地区，对信徒们说许多鼓励的话。然后他到了希腊，在那里住了3个月。保罗准备坐船到叙利亚的时候，发现犹太人阴谋要杀害他，因此决定取到马其顿回去。跟他同行的有庇里亚的庇罗斯的儿子索巴特，有帖撒罗尼迦人亚里达古和西公都，特庇人该犹，还有提摩太和亚细亚人推基古和特罗菲摩。
他们一行先走，在特罗亚等候我们。过了除酵节，我们从腓立比开船，5天后到达特罗亚，跟他们会合，在那里住了1个星期。星期六的晚上，我们在一起聚会，分享爱宴。保罗他向大家讲道，因为第2天就要动身，所以就一直讲下去。到了半夜，我们聚会的楼上房间有许多的烟火，有一名叫尤推古的年轻人坐在窗口。当保罗继续讲话的时候，他渐渐困倦，终于沉沉入睡，从3层楼上掉了下来。大家扶起他来，发现他已经死了。保罗下楼伏在他身上，拥抱着他说：“不要慌张，他还有气息呢。”他接着又上楼剥开饼干了。他继续谈论许久，到天亮的时候才离开。他们把那年轻人活活的送回家，大家都大受安慰。我们先上船开往亚朔，准备在那里与保罗来接保罗，这是他所安排的，因为他自己要走陆路。他在亚朔跟我们会合，我们就接他上船，然后向米推利尼出发，我们从那里再开船。第2天抵达基河的对岸，再过1天在撒摩靠岸，又次日到了米利都。保罗早已经决定不在以弗所停留，免得亚细亚省耽搁时日。他急着要赶到耶路撒冷，希望尽可能的在5旬节前抵达。圣灵与保罗一起工作，不但使他能够热心的传福音，更让他能够通过圣灵的能力来医治人，使人得帮助，然后得医治，来荣耀我主的圣名。诗篇第9篇第9节到20节的经文这样的说道：上主是被欺压者的避难所，是急难时的堡垒。上主说：认识你的人要依靠你，你不舍弃寻求你的人。要颂赞在西安统治的上主，要向万国宣扬他的作为。上帝关怀苦难中的人，他不忘记他们的哀求，要惩罚迫害他们的人。上主啊，求你怜悯我，看那恨我的人怎样虐待我。上主啊，救我脱离死亡，使我能够站在耶路撒冷人面前，向他们宣扬我颂赞你的一切事。我要因你救我而欢心。异族人陷在自己的挖掘的坑里，被自己所张的罗网缠住了。上主借公正的审判彰显自己，邪恶的人被自己的罪行绊倒。所有的作恶拒绝上帝的人都得下阴间，贫穷的人不至于永远被遗忘，受欺压者的盼望不长久遭挫折。
上主啊，起来吧，别容许世人藐视你，把异族招到你的面前，接受审判。上主啊，使他们畏惧，让他们知道自己不过是必死的人。感谢上帝赐下安慰，使我们能够领受这恩典，也呼召我们成为安息日的同工，来使人得安息。求主帮助我们成为一位愿意顺服的圣灵的门徒，也让我们呢不但使人能够得益处，也更因为能够让福音广传，就能够荣耀上帝的圣名。在此要为教会的培明姐祷告。礼拜三因为要前往教会参加松年大学的结业典礼，发生车祸，目前颅内出血骨折，已接受荣总医院的手术，目前在加护病房当中，恳求主的医治看顾。这样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